Hello，各位觀眾朋友，我係叻媽，又同大家見面啦。今日我哋要再深入一層，講一個更加關鍵嘅話題，就係買綠置居。好似我哋今期主角盛智苑咁，點解我咁唔建議大家 full pay 一次過俾晒？你可能會諗，叻媽，我有錢呀，一次過俾晒，唔使俾利息俾銀行，唔係最精明咩？我同你講呀，朋友，世事邊有咁簡單？喺資助房屋世界入面，full pay 分分鐘會為你引嚟兩個你絕對唔想見到嘅部門——稅務局同商業罪案調查科。係咪嚇一嚇呢？等我慢慢同你解剖，仲會用個好貼地嘅例子，等大家明明白白。如果大家都想第一時間掌握盛智苑嘅最新消息、按揭時間表、收樓安排，甚至同未來鄰居交流裝修心得，咁就快啲加入我哋嘅盛智苑業主群組啦！入面有齊實用資訊，仲可以隨時問問題，掃描熒幕上嘅 QR code 或者打666-32674就可以加入我哋群組見。好，入正題，首先講稅局，大家諗深一層，買嘅係政府資助嘅房屋，以綠表資格去申請。呢個身份同一下子拎100-200萬，甚至300幾萬現金出嚟full pay，喺稅局眼中可能係有啲唔對路嘅。稅局最核心嘅問題係筆錢邊度嚟，同報稅嘅收入夾唔夾到？香港嘅稅制是本地來源收入需要課稅，如果報稅表顯示收入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或家庭，但卻能夠一次過支付巨額樓款，稅局自然會懷疑係咪有未申報嘅隱藏收入，例如兼職、現金收入或者資金係來自未申報嘅海外收入，甚至涉及逃稅或漏報利得稅。我舉個實例等大家譯明啲，假設大家係一位正職社工，同時週末偶然會幫朋友嘅瑜伽室代課做兼職瑜伽老師，代課嘅收入可能係以現金或轉數快形式收取。大家好容易會覺得呢啲散紙使乜報稅呀？但係如果用儲落嘅錢，當中包括呢啲未報稅嘅兼職收入，去full pay一個盛智苑單位，問題就嚟啦。當稅局審視資產同收入時，可能會追溯扣房款嘅來源。如果無法清晰解釋所有資金嘅合法來源，並證明已作恰當稅務申報，後果可以好嚴重，包括被追收欠稅、連本帶利、繳交罰款，甚至嚴重情況下可能被刑事檢控。所以，除非大家100%肯定自己同所有家庭成員過去多年每一分錢收入都準確無誤咁向稅局申報過，否則full pay就等於將自己嘅財務狀況擺上台面，接受嚴格審查。再講另一個更嚴重嘅層面，就係牽涉到洗黑錢嘅懷疑。香港有非常嚴格嘅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所有金融機構同律師、地產代理都有法定責任進行客戶盡職審查，對可疑嘅大額交易作出申報。不法分子有時會睇中資助房屋樓價較低，交易流程可能被認為較簡單嘅特點，嘗試將不明來歷嘅資金注入房地產市場，從而洗白黑錢。因此，執法部門對任何不尋常嘅大額物業交易都會提高警覺。如果full pay大額現金或轉賬會觸發銀行嘅內部監察系統，律師樓處理交易時亦有責任了解資金來源。如果資金來源複雜，例如來自多個不明關聯嘅第三方戶口，或涉及大量現金存款，相關機構必須向聯合財富情報組提交可疑交易報告，商業罪案調查科就可能會介入調查，追查呢筆錢係咪同非法活動有關。就算大家身家清白，整個調查過程都可以非常漫長麻煩，期間資產可能會被凍結，影響生活同心情。如果最終解釋不清，後果不堪設想。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明白full pay嘅潛在風險有幾大。其實申請按揭正正就係一個自我驗證同風險隔離嘅最佳方法。申請9成半按揭時，銀行會認真審核入息證明、稅單、銀行記錄。呢個過程本身已經係一個強力嘅第三方背書，證明財務狀況係經得起核查、光明正大嘅。同時，首期來源、每月供款喺銀行體系內都有清晰合法嘅記錄，比一筆來源不明嘅大額現金直接付出返正常合理得多。而且一個合資格嘅綠表家庭透過政府優惠嘅按揭計劃上車，係理所當然嘅財務行為，完全唔會引起稅局或執法部門嘅額外關注。所以叻媽嘅終極建議就係善用高成數按揭，做個安心業主。大家可以第一步喺買盛智苑時用盡綠表9成半按揭，攞最優惠利率。第二步將手上嘅流動資金放入按揭掛鈎存款戶口對沖利息，剩餘可以做定期。第三步2-3年後做一次部分提前還款，將貸款額降到一個好細嘅數目，例如20-30萬。第四步保留呢筆小額貸款，繼續用30年慢慢供，咁樣銀行就會繼續免費兼專業咁同大家保管樓契，而大家只係付出極少利息，甚至對沖後零成本，就完美避開咗full pay嘅所有風險，仲多咗筆流動資金運用。總而言之，各位親愛嘅觀眾朋友，置業係人生大事，安全第一，合法合規最重要。除非大家真係可以肯定自己同家人嘅稅務記錄完美無瑕，否則請謹記叻媽嘅忠告，唔好輕易full pay。
如果大家對盛智院嘅按揭申請有任何疑問，或者驚自己處理文件會一頭煙，記住叻媽喺度可以幫到大家。我有相熟、可靠、好信譽嘅按揭轉介朋友，可以幫大家跟足整個流程，解釋清楚所有條款，而且經佢哋申請，通常仲可以幫大家爭取到額外嘅現金回贈，等大家又安心又着數。最後再次提提大家，想知多啲盛智院嘅按揭時間、收樓攻略、裝修 tips，或者同未來鄰居傾下偈，就快啲掃描螢幕上嘅 QR code，或者打電話666-3274加入我哋嘅實名業主群組啦。我哋群組見。如果覺得呢個分享有用，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分享出去，等我哋嘅資訊傳到俾更多有需要嘅朋友。下次再同大家傾過，拜拜。